感谢上帝伫今仔日母亲节，咱三甲组织，大声要请所有做妈妈的，如果你若方便，所有的母亲、所有做妈妈的，要拜托你这个时阵，请咱起立好无？咱在座所有的妈妈，不管咱资深嘛资浅，咱资深嘛资浅，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拍扑啊，感谢这个妈妈。那安尼。咱这地人这地人代表咱所有兄弟姊妹，甲你边仔徛起来，妈妈讲，妈妈感谢你。这地特别甲徛地人讲讲啊，小长老无甲长老娘讲，讲妈妈感谢你。感谢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拄啊，圣歌队上尾啊，献诗美丽岛迄首诗歌内面，伫甲咱讲到即块土地顶头的一段历史，有真侪咱的祖先。但是咱看到这祖先咧拍拼的时阵，即首歌中间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动词温群拍拼。迄个温群拍拼咱常常看到的是伫个开垦、种作。但是伫伊的背后，真要紧的一个生命延续，就是老母的角色，妈妈的角色。妈妈毋是干那踮咧厝内那定，咱看到伫咧田花踮咧蔬草，踮咧布条啊，共款拢有看到妇人人伊的角色，伊的脚力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咱看到咱台湾即个历史顶头，当咱讲到祖先踮咧遐温群拍拼的时阵。毋是干那一半男性的记录，迄个历史毋是男性的记录，其实另外一半更较要紧的，就是女性在做老母因的记录，咱有看到。母亲节这个故事已经超过100年啊！咱拢知影一开始讲到母亲节，就会想到讲是对美国开始，迄个小姐叫啥物名？一个姊妹叫做安娜，伊的妈妈伫1905年安休。伊为什么要纪念伊的妈妈？1905年，伊的妈妈安休的时阵，伊少年因妈妈为着什么代志咧努力呢？因的妈妈伫尾啊迄20年，一直为着美国南北战争了。美国南北战争了，有足侪家庭先生过身，后生过身，所以迄个老母踮咧厝，你想看伊偌艰苦，同一个国家叫做南北战争。所以安娜的妈妈实际上伊咧推动的。就是踮咧逐所在去甲人讲，毋通阁有战争，毋通阁互咱的囝儿、咱的丈夫失去性命。伊安娜的妈妈其实是咧推动一个和平的运动啦，是咧推动一个互家庭会当健康健全的一个运动。1905年，安娜的妈妈过身，所以安娜伊为着要孝念伊的妈妈，讲遐尔啊，毋通干那疼家己的家庭。疼所有的家庭，所以伊妈妈的告别式顶头用的花就是康乃馨，所以伊才对迄个时阵开始努力，逐所在去甲人分享，希望会当有一个日子是纪念所有的家庭的老母。当囡仔细汉的时阵，甲因请；当囡仔大汉出去的时阵，为因祈祷，诚做因上好的一个后勤资源。这就是老母。当囡仔大汉家己建立家庭的时阵，这个老母变做阿嬷，佮继续嘅帮咱囝儿、新妇、查某囝、囝婿怎样请因的下一代，这就是老母。所以安娜伊逐所在去推动这项，一直到1920年，咱知伫咧美国嘅国会正式签署通过5月第2礼拜。这个5月第2礼拜，其实是安娜因妈妈安休的日子5月初9，所以尾啊用5月第2礼拜。做母亲节，一直到1940年的时阵，世界迄个时阵国家无多，母亲节的观念已经推广到40几个国家去啊。伫这中间真要紧的一个元素，毋是干那对妈妈的孝念尔。咱知影伫个110年前，110年前，安娜咧推动这项，特别是看到伊的老母。通过信用的基础，
通过逐工踮咧厝诶，因为安娜伊有一个哥哥，阁有一个妹妹。伊诶哥哥做生意不遮好势，伊诶妹妹目睭无看，啊，伊看伊诶妈妈怎样安尼真细汉就带因大汉，踮咧厝安怎带因做家庭礼拜，带因祈祷，带因倚靠上帝，带因伫咧一寡家庭，特别是安慰遐个囝儿。真正失去爸爸，迄个先生失去性命，安怎去安慰遮家庭？伊伫迄个家庭的中间，看到信仰对妈妈的引带开力，一个正确的价值，互伊的妈妈一生。虽然是一个富人，是一个富人，但是竟然会当成做遐尼侪家庭的祝福，特别是迄个家庭先生过身、后生过身，因为战争的关系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安娜伊一世人，咱来知哦。到尾啊，伊甲伊妹妹共款，目睭嘛无看，伊到尾啊是踮咧安养伊，哈啊！伫即款的过程中间，更较互伊体会到老母对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。咱先看哦，囡仔拄出世的时阵，才会做阿公阿嬷嘛咧摇孙对无？妇产科的医生嘛有甲咱教。讲婴仔出来时阵吼，爱定定甲安怎？咱敢有听到安尼讲？有无？爱定定甲梳头，为着安怎？为着迄个头较型会较水。啊，讲婴仔吼出世的时阵，你要互拍个困，还是要互摕个困？你即摆看到即个人，你就讲：哎呀，这阮当拍个困。你会有即款想吼？看头型，因为即个是。养着水哈，所以迄个头型会无共。但是遮个医生伫讲，甲婴仔头壳梳，是为着要互伊头壳型较水吗？互头壳换较水吗？是为着啥？其实老母的手伫婴仔的头壳顶安尼梳，迄个有真大的一个力量呢。即马精神科医师已经甲咱证明啊，咱若倒转去，你 YouTube 就应该看到这。你 Google 就会看到即款的资料，安尼以后这医生在座拢会甲咱讲，迄款本身一个梳头，毋是干那婴仔来尔，伊去读到伊读小学、读国中，伊若倒转来欢喜倒你的身躯边，其实做妈妈的吼，你较食啊吼，头壳较疏的，毋通讲哎呦，我若无洗头安尼，毋通讲伊若轻倒你的边啊，轻坐你的边啊，互你较疏，迄是一个真大生命安全感的来源。有一个精神科医师的一个报告，就咧讲一个单亲的妈妈带伊的囡仔，国中大波的囡仔，啊，即个囡仔吼真踮咧好好拍同学，啊，看到鸟狗会掠来啊，用就连刷甲壁安怎吼，啊，上课的学习意愿无悬，真无好势，啊，甚至有一点仔自闭吼，所以妈妈再带伊去看精神科医师，尾仔医生甲讲着，你这动作试看觅。加在这个囡仔佫真听妈妈的话，所以转来拢会坐妈妈身躯边看电视，妈妈就加减甲刷，拄开始伊会甲拔掉，尾仔拢无拔。啊，伊就一工吼安尼，20分钟，哪开讲哪看电视啊，就甲梳头。过3个月，伊佫去看医生讲吼，老师甲讲伊即马袂拍同学啊，功课共款，佫差真多，但是迄个个性、迄个情绪无共款，敢有影？毋知这是咱共款。一个医生伊的报告中间甲咱讲，所以伫即个所在，互咱看到讲，实在是老母吼，对一个家庭、对一个生命的成长的角色非常要紧。母亲节到，今仔日已经商业化，虽然是商业化，咱感觉讲有一寡动作，永远嘛是着爱做，对无？所以咱毋知冰花纪念，咱等下搁爱送妈妈礼物。啊，厝诶有买母亲节蛋糕无？有订无？毋通想讲，哎哟，习惯啊，老夫老妻吼，啊，家庭遐尼迄个，囡仔无伫诶，囡仔无伫诶，做翁诶就爱买嘛，对无？吼，等下转去巷仔口，有当时啊，即款外在诶行为、外在诶动作，帮咱内在诶感动啊，坦白讲。有当时家己转去厝嘛，感觉讲啊，敢着搁做这，敢着搁做这，咱家己想看觅吼。啊，过来母亲节到，阴暗敢有讲要去倒食饭，餐厅敢订好啊？
无一定啦吼，可能外口买顿来家己食。这个外在动作，帮助咱内在学习。上帝咧创造的时阵，创造咱的生命，互咱目睭看会到，甲看袂到的，拢伫伊的order，伫伊的特殊中间来成长。所以通过这个外在看会到的动作，望帮助咱内在看袂到的生命来成长。特别是伫母亲节的中间，拄啊咱所唱的迄首歌《爱我们的家》，一开始咱大家做阵唱迄首歌，真实内面。拄互咱看到老母伊安怎温存伫咱的中间。拄啊，迄首歌吼，讲到即几项，点毋是拢是咱的妈妈对咱所有的一款的态度嘛？伊安怎讲？即个疼吼，疼惜、付出、珍惜、宽容下变。你想看觅，妈妈敢毋是常常有即款的特质？疼痛。这个家，为了这个家来付出，这个家庭，珍惜这个家庭，个宽容、下面接纳这个家庭。无论咱生做什么款，无论咱是什么款的囝儿，做老母所看，拢是上好、上优秀的，敢毋是安尼啊？吼，国较安怎比嘛？是我这个囡仔较乖，我这个囡仔较敖，这个囡仔较体贴，这是所有做老母的。所以，拄啊，咱所咧唱迄条歌，讲爱我们的家，咧提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要安怎亲像咱的妈妈共款，对咱即马有即个家庭悠远共款。所以，伫母亲节，咱要讲到学习老母的疼，来疼咱的家庭，来疼惜咱的家庭；学习老母的疼，来疼惜咱的家庭。迄个第一项同要紧，拄啊，我咧讲迄个安娜，伊咧讲安怎，踮咧厝的。家庭建立的基础，毋是只系成员呐。因为今仔日的家庭的定义一直咧变。古早有甚物款三代，有两代，即摆有特殊境遇的家庭。咱咧讲特殊境遇家庭，就包括足侪款。所以家庭的成员的组成变来变去，但是无论安怎变，咱拢清楚，第一个家庭的基础就是上帝甲人相处的这段，上帝甲人相处。要安怎互咱的家庭的成员倒转来时阵，咱有机会做阵祈祷，做阵吟诗，做阵食饭，食饭的时阵都有食饭前祈祷啊。做阵诚做一个咱甲上帝相处的所在。即款咱甲上帝相处的所在，伫个诗篇，我读一段圣经互咱听哈。诗篇84篇是当人要献献要来圣殿敬拜上帝时。诗篇84篇第30伊安尼讲吼：万军耶和华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为着家己找到一个厝；赤鸟啊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巢穴；鹰啊，为着家己找到补囝的收；燕子找到了安置雏儿的窝啊！鸡啊，找到。父囝的收，就是伫你的祭坛遐，徛起伫你的厝的，迄户人有福气，伊要直直学落你。徛起伫万军的耶和华万王的王，你的厝的，伊要直直学落你。迄款人真正有福气。家庭的基础，咱免怎样伫咱的家庭中间建立一个，迄个基础是因为咱甲上帝所相处。咱甲上帝相处，即创造咱的上帝，咱甲伊会当伫即个所在交谈、见面、讲话，这是一个家庭的基础。家庭提供一个平台，最近这10年常常来流行这个 platform 这个平台，这个理念，意思是讲家庭提供一个机会，互成员大家三甲斗阵的时阵，学习人甲人。性命甲性命斗阵的功课，上帝创造人毋捌互一个人孤单、单独一个人，伊阮当创造人伫个关系中间，同起头、同基础的关系就是家庭。所以咱拄仔所读《箴言24章》第30、第40咧讲厝建立伫倒。伊讲第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写讲家庭。建立伫什么基础？第一讲啥？智慧，过来
聪明，然后伊讲有财帛的厝，厝内充满各样的宝物，智慧、聪明、财帛。现代台语译本第二个照原来意思来讲，是一款的同情的心，一个理解的心，一个 understanding。所以是智慧、理解同理心以及知识。一个家庭建立是伫即款。那安尼的时阵，咱就会记得一句话安尼咧讲：你了解我的明白吗？厝内常常爱安尼哦。你了解我的明白？以前跟他讲，你听有我的话，你敢听有？你知无？有一些人的口头禅哦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讲这句话了，就问讲你知道吗？对吧？哈，因为足惊对方无了解我的意思，所以我对原住民的同工也学到这句话：你了解我的明白吗？原来啊，伫因的思考中间，将要表达的物件，看作是一个主体。伫你甲我以外的一个第三者，我今仔日要对这项来做一个描写，啊，我对伊的了解可能无完全，啊，你通过我听来看这项代志，所以我要请问你，你有了解我叙述的东西吗？好，甲所要表达迄项物件，对两个人抽出来，啊，这个态度无共款哦，意思安怎？毋是讲这个物件毋是我的，毋是我的了解，毋是我才对。那咱以前讲话，就讲我讲安尼，咱拢听无啦。啊，但是咱若甲咱想要表达的物件语出来的时阵，它是有伊家己的主体性的时阵，问对方讲，啊，你有了解我对这项的明白无？了解我的明白吗？伊的基本意思是安尼啦。我甲原住民的同工回应这讲，牧师，我们没有想那么深呐，吼，我无想啊深啊，不过就是有影在对话中间加一寡上帝互咱的智慧。加一寡 understanding， 加一寡体贴，加一寡了解。啊，对方咧表达的时阵要安怎会当有耐心去听？坦白讲哦，大家人拢共我，连我嘛共款。你莫看我散散啊，看起来敢若真有理。有当时啊，听人讲话吼，我挡袂牢的，就想要话，就想要共插落去。我知影你讲啥，我知。啊，咱讲即句话过来就是要创啥？我知啦，我知。啊，过来咧。就是想要换我讲啊嘛，就是想要甲你解释嘛，想要甲你回应嘛，想要甲你反驳嘛，有无？当人咧讲的时阵，讲啊袂了，我知，啊，就想要。第二项，家庭是啥物？第一个家庭讲的基础是上帝甲人相处的一个制度。第二个，你讲家庭到底是啥？家庭伊提供一个互生命甲生命学习。有智慧，有了解，有 understanding， 真正属于上帝所予咱迄个知识的一个所在。第三项，咱咧讲到家庭的时阵，咱就最近要来学习着，哪年咱要安怎领受上帝予咱真正迄个家庭的祝福，家庭的祝福。这个家庭的祝福，都毋是干那单单一个家庭本身来定咯。1996年。迄个时阵，美国的总统克林顿，伊做总统啊，真侪人讲，哎哟，伊太太做总统较对吼，无要紧。伊迄个过去即几年，克林顿虽然无做总统，但是伊做过国务卿啦吼，嘛拄落台无偌久。1996年，克林顿吼的太太希拉蕊，伊有出一本册，啊，迄本册主要要来表达伊对伫迄个时阵，总共要20年前或18年前，美国。社会美国的家庭，伊就想啊，伊引用非洲几落百年前的一句话，吼，足古早一句话，伊讲吼，请大汉咯，吼，要甲一个婴仔请大汉，是爱靠规个部落做阵来，靠规个部落做阵来啊，毋是干那一个家庭的代志，所以伊是用即句话做伊的基础。即句话吼，实在是有影真久啊，但是伊伫即个所在。要强调的，伊讲我的查某囝，伊的查某囝叫做啥名？互人看落来笑迄个吼，敢若叫笑。讲我的查某囝，我家己敢无法度甲教好，伊稳当会受到伊的同学影响，所以
我若无对这同学、这家庭，大家拢健康的时阵，我的查某囝就无可能健康，都无可能快乐。请一个囡仔大汉是规个部落的责任。其实我今仔日咱来讲，咱教会每一个细囝，请伊大汉是咱教会整体的责任。咱教会最近大家参与、大家关心，看到囡仔为伊祝福，甲伊学乐、甲鼓励，有当时甲伊抱过来分担，即个爸母吼来甲教会要做礼拜，要搁参与服侍，咱甲婴仔斗抱安尼，即个教会中间咱看起来是最近伫咧栽培遮个婴仔，这是古早的部落的观念，台湾嘛共款啊，咱敢毋是安尼？咱古早嘛是共款，每一个婴仔拢毋是干那迄个家庭家己请大汉的。拢嘛规个家族，有当时厝边头尾，安尼做阵请大汉。那咱即款年龄吼，多一个人毋捌去互叫过，敢若像我细汉的时阵，到暗时6点嘛，6点外，即马就听到阮爸爸倒啊，你即马咧倒？伊徛喺倒咧叫，徛喺倒咧叫，徛喺门口啦。我咧倒，阮当时咧厝边的，毋爱啥物人引导嘛，对无？迄款行啊吼，你若一叫，大家听哦。即摆别人你若无听着，别人嘛你若爸咧叫你啊，你着紧转。对，拢是街头巷尾规个安做阵甲咱请大汉。今仔日实在教会还佫伫咧保持即款一个家庭的款式啦，敢毋是？因为今仔日咱所住的社区、所住的都市化的所在。即款部落请大汉一个囡仔，已经渐渐失落去啊！踮咧都市，啥物人敢甲囡仔讲凊彩交互厝边啊？最近毋是一直咧甲咱讲，着电视一直咧甲咱讲你囡仔若安亲班爱较注意哦。迄无熟悉的人话去讲，妈妈的电话要找你，妈妈伫内面啊，佫有看到婴仔遐水啊，着想要甲抱去。咱看到我看到即款消息，我拢会流眼汗。哪会今仔日有即款代志？互爸母偌紧张啊！互遮爸母，遮少年爸母偌紧张。一个婴仔，咱会体会哦。当咱的囡仔较大汉的，咱嘛佫共款会烦恼讲囡仔有安全无吼？安怎？尤其遮细囝，哇！咱想看卖，就会当知讲遮爸母的压力有偌大。咱看到即摆的家庭，几工前再咧甲咱看到，迄毋是台湾全世界，你看美国、墨西哥。迄讲啊，你查某囡仔几岁红了10年，即马找着，你小用想象的，就真歹想象。这10年伊安怎过迄个日子？伊无家庭的关心，无家庭的疼，敢若亲像一个落泪，一个互人关家共款。想到即款代志，咱实在是艰苦，为因流目屎。所以感谢上帝，互今仔日咱的教会。伫咧即个世间，逐间教会还佫伫咧回应上帝听，用教会做敢若亲像一个部落共款，好像一个部落 village 共款。咱伫咧关心所有咱接触会到的，咱关心会到的，互每一个生命伫遮享受经验到家庭的听、家庭的关怀，这是上帝的家庭，是属于上帝的家。这互咱看到，咱咧讲到。即款真正要家庭得到祝福的时阵，咱看到是即个大家庭。约翰福音19章26节到27节，即个所在，甲咱讲到一个真要紧，家庭要得到祝福，有即款受祝福的见证中间，有一个字眼，拄啊咱所读约翰19章26、27。耶稣放顶伫十字架顶，伊看到伊的老母甲伊所疼的学生伫遐。伊就甲即两个人讲话，讲迄句话了后，一个新的家庭关系产生。耶稣就对老母讲：“老母啊，看你的囝。”佫对学生讲：“看你的老母。”我是要请咱注意过来即字，这是一个副词，毋是拄啊咱所读26节、27节中间其他重要字眼。这是一个，就是讲对。迄时，请注意这个字眼 ，from that time 对迄时开始哈，请注意这个字眼，建立一个受祝福的家庭。
咱看到迄个学生对迄时开始就直接玛利亚去伊的厝，对迄时开始，对迄时是一个动作，对迄时是一个日子，对迄时是一个甲过去无共款新的关系的产生。所以看起来是敢若一个副词，但是对迄时一个受祝福的家庭，是一个受祝福无共属灵的老母甲囝儿的关系建立起来了。咱今仔日踮咧教会，上帝赏赐咱真侪属灵的老母，迄实在是咱同大的一个祝福。我家己看到教会足侪信仰的长辈，每一摆三甲斗阵，就算拢无讲话，我就感觉讲我足福气的。含遮的属灵的老母老爸三甲斗阵，迄实在是咱上大的祝福，上大的压卡。因为因的性命每一脚掠塑造今仔日咱属灵教会，然后咱伫即个中间领受即份福气。所以伫母亲节的时阵，咱毋嘛干那少念纪念咱家己家庭的妈妈，咱嘛特别踮伫即个属灵的团体中间，伫即个教会中间，咱毋望会当有你属灵的老母，安尼来关心咱。用点点为咱祈祷，伊可能无讲话，但是实在是咱属灵的老母，咱好来关心伊。虽然咱目睭看会到肉体的妈妈无一定伫地，亲像我的妈妈伫2004年8月12日安息，但是你拢甲我同款，吼，咱挂白花的，我相信你拢甲我同款。你对着你的妈妈讲过的话，阮当有一句你袂记得去，对无？你阮当对你的妈妈，伊迄款信仰的态度，阮当有一件事，互你永远记的，毋那敢若记的，你阁安尼来学习。阮当互你对妈妈一寡过去误会无了解的所在。因为白花愈变愈久，愈来愈了解，所以将这款的纪念，将这款的感谢，将这款的回应，咱要对伫咱四周围，咱属灵的妈妈来回应伫因的身躯顶。这属灵的妈妈无一定比咱年纪较大，但是因为伊是老母的角色，这老母的角色极其要紧啊！伫一个生命成长的中间，所以伫母亲节的今仔日，毋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咱即个大家庭中间，你毋那干那有你生你请你的妈妈来尔，你嘛会当伫即个属灵的大家庭中间，有找到你属灵的妈妈，毋那干那要对伊遐得到祝福，你嘛会当常常关心着伊，回应伊。通好同齐享受伫即个大家庭中间，上帝所要互咱的一个祝福。一个家庭会当建立，实在是有影，因为迄个祝福对上帝遐来。拄啊，咱所唱的迄首诗歌，就圣歌对上尾啊，咧唱迄首诗歌，美丽岛，亲像咱的母亲，即个土地顶头，所有长辈伫过去迄段时间，温群拍拼。毋望咱到今仔日犹原共款，会当去找到迄款对着信仰认真、对着人和睦亲切，然后对着目睭看袂到即个属灵的老母的一个回应，即款的一个关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里面的主听空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互阮每一个人。拢有老母，老母亲像甲上帝你三甲同工，三甲创造，三甲培养一个生命的诞生。毋那干那一个婴仔出世，阁请一个囡仔大汉，主阮感谢你。无论阮的妈妈即时伫倒落，或是去上帝你遐落，阮要感谢主你极大的疼。阮特别伫即个母亲节的时刻，恳求主你。帮助阮每一个做事岁，无论阮的年岁甚物款，阮拢
要为着阮的妈妈，上帝你感谢，阮也要对着阮的妈妈表达阮的感恩。搁较要紧的，要恳求主你祝福所有做妈妈的，你望着因的心，知影因所少年对伫家庭、对伫婴仔、对伫囡仔所付出的，愿圣神特别帮赞每一个做老母的，互因会当伫上帝你的面前看到主你水的旨意，伫伊所请大汉的囡仔，因带栽培的细囝中间，上帝你要怎样动用，怎样来警调，的确要互这做老母的人心得到安慰，得到激励。搁一摆，将所有的妈妈仰望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恳求你的恩典、慈悲，永远无离开因。我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